后来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上近4、5月，就要到美国的波士顿去参访，搁要去哈佛大学来演讲。讲5位教授20天前亲身到高雄，甲韩市长来会面，甲邀请。甲韩市长问讲，即届到美国访问，是毋是为这个2020年的总统大选在做准备咧？这韩国瑜并无回应。 高雄市长韩国瑜上紧伫4月份，也是5月份，就到美国波士顿去访问，要搁伫哈佛大学演讲。邀请伊的是哈佛大学非正称中国研究中心。较早，这个团队嘛捌来台湾甲蔡英文总统会面，针对两岸的政治问题，因拢有研究。韩国瑜嘛有可能以2018地方选举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为主题来进行演讲。 台北市长郭文铁3月嘛要去美国，韩国瑜煞来搁去美国，家认为讲，敢是你为2020的总统大选咧做准备？韩国瑜对2020是有一些想法的，那你应该去问他，怎么会问我？因为他跟你刚好先后访美，让时机点不一定啦，这个美国到处讲，我只是刚好去的。想太多了，没有这回事。这是5个教授，他们很诚恳，他们很好奇，来邀我去做一场对学生做的演讲，就是如此，非常的单纯。 两位市长拢无承认，韩国瑜几年前拢无因发红包，手被揪着伤，头壳嘛被偷摸，即马拢有工作人员伫边仔鼓劝大家唔通伤过热情。行程满满的韩市长加上要去美国访问，看来伊未来一举动，更加引起大家关心甲联想。